约昆元议员聘请布袋来填庆和县北管演奏传统福禄汉信文博。后壁下加东妈祖，下加东太阳宫妈祖，岳父元帅出巡邀请到新港东，毋是到新营肥料，徛咱庙新营肥料，徛咱庙厝边啊，因是演奏。韩信，西汉初年的名将，汉初三杰张良、韩信、萧何。韩信后来有求一贯道，郑成功也有求，赵子龙，三国名将赵子龙也有求。关公、岳飞、张飞，东岳大帝黄飞虎将军都是一贯道的华丽族，武的华丽族。文的华丽族有南海古河观世音菩萨、南极仙翁还有纯阳帝君，就是吕洞宾先祖，无忧帝君八仙的吕先祖纯阳帝君，还有地藏古河。文的华丽族4位，长生大帝就是南极仙翁，长生大帝、观世音菩萨、吕洞宾先祖、纯阳祖师、无忧帝君这同一位。还有地藏古河。文的华丽族，武的华丽族有关公、岳飞，关公、张飞、岳飞，还有更古早的那黄飞虎、东岳大帝。文武华丽族共有8位。